做听节目听啊，但是非常，因为讲我那有着迄个微电救护车电吼，所以两摆重叠，因所以我就甲伊讲，怎爱上听落来吼，因为伊若要互伊会当来听吼，时间来错开来吼，会当讲，叫伊拜四，第二摆来拜四。 那叫第一月拜四，那时间错开来，安尼应该就较袂重叠，要来听较会方便。那么就会想讲，这个研究一个节目经啦吼。那因为咱闽南呢，要讲的题材是拄啊清楚，讲到这个四顾书画题，菩萨应理一切相吼。那因为咱拄看到红的吼。 红的，就是因为金毛经的本文啦吼，甲咱强调，你看这红的是金毛经的本文，其就是咱头仔解说吼。所以呢，因为咱进前到讲到这段，四顾书画题，菩萨应理一切相。当然，因为不在处本，这个书画题讲啦吼。 叫做四顾对书画题来做一个定义。菩萨应理一切相，就是离开了五种事相，离开了五种事相，就是五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一定爱一定爱当。嘛发定事相，五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叫做发定事相。 可以讲，入处非法相，这个过去咱有讲过。不过呢，咱知影个固定事项，迄个固定事项，就是包括一切咱所看到的物件，凡所有相，这叫做一切相。不离一切相，因为你若有执着，你就有五相、人相。咱知影有五相到一个人相。 迄个五相就产生一个心，人相就产生一个境。迄个心去攀拢一个境，就产生了众生相。迄个众生相就是妄想，迄个寿者相就是执着，咱一定要理解物件。所以呢，因为你今日这个心去攀拢一个境，你会小心物件。第三义就走出来，第三义就是众生相走出来。 咱就到佛相，所以叫做众念众生。所以就得到讲，内底众生富有如来智慧吉祥，但因妄想执不相，执着叫做实者相。这个物件咱爱记。若讲到这个所在，咱就当直接讲就是来讲这个物件啦吼。所以呢，因为我定事相，这个就是讲对我来的一个境。 对我来是境，我今日个心去攀一个境，当然这个境是包括一切所有的物件，反正境相的物件，拢总是一个境，总是一个相，所以呢，这是用一定要离开一个切相，但是什么叫做发定事相？这个发定事相有一个叫做发chấp，迄个发chấp就是讲我今日。 要讲经要说法，比如讲，若足侪人咧听我讲经说法，我会感觉我都爱讲。若无啥人，无啥人啦，无啥人，你听我讲，我就无啥爱讲。这就是叫做发chấp，叫做chấp法。这个人，我有因缘，我就想要讲我听；这个人因缘我无好，我就无想要讲我听。这种是属于发chấp。 你有发chấp起来就是哪？有发定事相，就是有一个五相、人相、众相、寿者相，这是咧讲叫做发chấp啦，叫做法执心，迄个伫咱的说法的内底当中啦，去这个执着，伫咱说法的这个心念。不过呢，因为伊到尾就讲这个空执啦，迄个空执，你毋知爱伫咱金刚经的第六本。 入处非法相，迄个叫做空执。
一定会下，因为肉身处上，即着五淫象征受者；肉处法上，即着五淫象征受者。可以讲，肉处非法上，即着五淫象征受者。拟定必须地方说法，如法主者法上应下不讲非法。第六分内底，因咱若讲到这个时阵，你的概念一定要扭到第六分去。迄个第六分就是这个法定事项、法定事项、法定事项，这是个公些物件。那安尼你扭伫头前去，伊这当连结到厝话啦。所以你咧听经，你嘛。今日你学一份经作品你学会晓。若无，若讲到车，你若毋知讲啥物件，就有定时啊，迄个客入来。所以伊拄则即个咱头仔尔来讲啦，即个即个五定四项，来法定四项、空定四项，叫做法执、空执，这拢爱等啦所以你一切上。毋是叫你偏空气毋是叫你偏即个甲你偏一边去，而是叫你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什么叫做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当然咱知影，因为今日如果来讲五定四项空法定四项个空空定四项空。空变成空去拢无去若拢无去，你怎么叫学这物件？敢是因为这个物件，拄则讲这个物件，若离无开，若背无离，后壁这个物件袂得。所以讲，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一直讲，离一切诸法相，即名是诸佛，就是你的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咱过去咱头捌讲。阿妙多罗叫做无上，三藐叫做正定，三菩提叫做正觉。即句话你会记这个物件，因为叫做无上正定正觉，安尼。什么叫做无上？迄个无上就是讲咱自性，咱的自性，迄叫做佛性。自性、佛性，无啥物人比较悬，那叫做无上。因为来讲三藐叫做正定。正定换成平等，因为你菩萨，你要修菩萨道，你要达到平等，你无达到正的菩萨道。什么叫做三菩提？三菩提叫做正觉，叫做得到正觉。那这句话叫做阿罗汉。三菩提，迄个三藐，就是讲你今日有一个正定，搁有一个正觉，但是你也未达到无上。你会当得到菩萨，毋过你也未达到无上，也未达到佛。规句话落来，即句话规句会当叫做达到佛道的意思。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袂使自上发出正定正觉，这是成佛。要上求佛道，法门无量世法时，你要求这个佛道，法门无量世法时。下化众生，众生无边，世缘多。发了生缘后，咱怎样要去上求佛道？下化众生，因为咱常咧讲，菩萨有一个叫做自觉，第二叫做觉他，叫做菩提萨埵。菩提就是叫做觉，萨埵是有情，菩提萨埵叫做觉有情。因为离佛告上因感情叫做叫做菩萨安尼。所以菩萨伊是一个感情，整句话叫做菩提萨埵，整句话是安尼解释。因为菩提就是叫做自觉，你家己无明白，你家己无了解，你要去觉他，敢有可能？我都有办法。你要觉，你要去讲着你又唔听，你要讲啥物人听？互你讲看，啥互你处理好落去，敢是安尼？你就是家己来办，你家己答我就讲互听。你家己若捌，你要来去讲互听，即句话就是上要来讲。所以呢，毋则来讲你要得到，你即句话来讲
菩萨应于地上治疗，你爱离开满顶世上空无，法顶世上空无，空中世上爱空无，来，咱记住一句话：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发头前叫做发，后表的叫做心。这句话来讲起来叫做发心，两句叫做发什么心？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今日你是安怎想做总统？你就是发总统的，发要竞选总统的心，你想做总统。你今日有想要做议员，你今日来起行登记要做议员，但是你有发头一句话一定爱发咯，无发一句无可能哦。你有想要做议长，你毋通会发心要去选议长，但是唔过呢，你发的赞助有相像，当然总统的赞助，甲议会的赞助，甲议员的赞助，甲县长的赞助，因这赞助拢无相像。但是你一定有发这个目标，你有想要做议员，那你咱在议员才啦。你拢差若早着，议员差若无法赢，无法赢，敢会大场，敢会成议员，无可能。所以伊这两句就告诉这两句是足重要的物件，就是叫做发心，就是个心叫做发心。咱今日是安怎来写到啥？伊叫发心，足简单就可以啊。无外国咧落雨啊，对不对？外国咧落雨，有当时在咧扫伊咧，无当时会扫伊，接着落雨的雨嘛，我都无爱来。但是迄叫做无发心。毋过呢，因为恁今日有发心，无论是偌大的风雨，还是偌大的有难，就无法度人阻止着你要学这套经光经的发心。但是这个发心。你有对社会有兴趣，或者个发心，你会当研究这物件袂？你有兴趣，你有发心就当研究这物件。你无发心无兴趣，你哪当这物件？你绝对袂当这物件。所以一定要抓注意。但是，咱拄则我有即句话我听好啊，发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心无？但是佛陀第三句话咱来讲，你要发这个心，不应自色生心。不应自声香味触法生心。现在讲呢，这个不应自这个字爱解说，这个字换一个解说叫做执着。你袂使执着色生心，袂使执着声香味生，这两个讲的叫做了解。但是不应自色，这两把话，这段是外法怎来的？色，什么叫做色？色就是外口的形形色色。但是，咱讲看一个影，就生一个影，讲出就刷刷，讲草草长，迄叫做电影。咱外口的电影，迄叫做摄像。所以呢，金光第36分来说，用意识电话，用意识音声电话，视觉音声这物件出来，用意识电话，用音声电话，伊甲你讲色，迄个色你袂使解说着。男女之间的美色，毋是这物件；男女之间之爱迄个美色，迄毋是咧讲迄个物件。这个色伊涵盖所有形形色色的物件，拢叫做色。安尼对啦这个色就是外口，所以不自色生心，只是外面一切事项。有无？这就叫一外面，这叫啥物色？这叫一暗色，这叫暗色，这叫暗色。包括恁这个巴结拢总是色，包括拢拢是外面物件，拢不应自声香味声，这个来感内底感受。自声香味触生心，头前的色叫做地，声香味触叫做内在，因为安怎讲？声不应自声，我听声，我就去做声的物件；听香，我就做香的物件；味，我做味的物件；触电，这叫做电，拢较少叫做电。但是这个电，到有一个叫做法，
叫做法定，迄个法定个，迄个法就是讲你的心，叫做心法。你的心起了什物件？起了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迄叫做定，迄种叫做定。跟咱加上头前这个安尼叫做六定，安尼叫做六定。这定物的物件，里面咱是有这定物。尤其是金刚经内底当中对六定物的物件是足气的哦，对六定物的物件是爱扫法理理的哦。无扫法理理的当中呢，一理无可能哦。但是因为我想来解说色有分做三种。有分做三种，包括可见、可对的色，可对不可见的色，不可见又不可对的色。那要来讲的，可见、可对的色，就是咱今日讲，外口的物件，可见列对，比如长生，对不对？我看长生的，我也对着长生的。哎呀，我看到你，我嘛对着你，哦。看到咱卢大哥，我嘛是看到你，我嘛对着你，敢是这叫做有相感的物件。这台电脑，我看到这电脑，我对着电脑的，这叫做可见可对的色，嘛叫做因为叫表象都。那因为可对不可见的色，就是像叫做哪？叫做色，但是后壁一句话哦，可对。而不可见的色，是包括声、香、味、触。声可以闻，但是你看袂到，称为声调。声你有听到对不对？你有看到声无？你就看到声哦。这叫做可对不可见的物件。香，你闻有香无？那你看香味道无？因为不可对。但搁一个物件，味，我这个味袂歹咧，你迄个味嗅会出来袂？是你的感受讲出来物件，迄叫做可对不可见的物件。冷触，因为天空咧换咧大声，敢是？但是寒，你寒你感受会到，但你有看会寒无？这叫做可对不可见，看不到的物件。不过呢，迄个冷叫做触。但是这种呢，不可以对、不可以见的色是啥物件？不可以见哦，嘛不可以对哦。这叫做自咱人的心理，自目睭看到色，耳孔听，耳闻声，鼻嗅味，身触觉，二心无所知，这种起了。头前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话对不对？后边迄句叫做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法，迄个法叫做法定，迄个法叫做法定。你的心咧想哪，你看会到无？你的心有一种的形式啊，咧对无？迄叫做法定。咱想咧看，看到坐坐喺那里啊，哎，但是咧笑。你敢来咧笑闹？你心里一想，你敢来笑闹？迄座位若坐2点，目屎安尼过来，你是知有心思尔，对不对？你敢有看到伊咧通烦恼？你有感觉伊心咧想哪的无？这叫做不可见，甲不可对。而咱的心，所以心叫做心法，迄个心叫做三心妄想，迄个叫做哪？迄个叫做定，叫做法定。你袂算是妄想嘞，若是妄想，举手我看下。我都说我妄想，你袂妄想。哦，妄想啊！迄股票吼，一支吼，可能会涨100万。若涨100万，我就要来甲卖哦。我若跌100万呢，就我想着好势呢。啊，你假想你嘛，会涨100万，甲跌100万呢？啊是听我昨晚我所袂空呢，啊你有拄想来想去，想去无？你要是6合彩啊，大家乐啦。好，你买得到底，你会发现的，上贵呢？
上几暝啦，我们在开起来苦啦对吼，我要动厝，我要一高车吼，我们在啦，开起来不对吼，我该走路，这道爬太大道咧，安尼有发电无？发电就是梦想啦，我想济啦，无代志你都想济啦，有无？咱人冇想过，我讲你若无梦想性命，你要相信，你若无梦想性命啊，人若是梦想，人就是梦想，活这个世界，不管你梦想内底当中包括迄个失掉，我想象你对，我该失掉，包袂开，敢是？我该想我该对，我讲个人想个人，个人想个人对，变成我梦想执着。我当然安怎甲你讲，义不能正定，这个叫做不能名。做这个应该讲哦，圣人咧讲哦，圣人用心如苗，不骄不言哦，来无所聊哦，其无所求哦，这是讲圣人如苗。圣人用这个心，就参入这个行小小路，这个行来，有一个行内底有景象无？有啊，有一个行。但是你若离开迄个行内底有理性上无？因为伊来，伊用心来，你嘛了袂调，去你嘛留袂调。因为伊离这个行，这个行就比如哪？这个行伊就是咧比如咱的心情。你今日去办，伊惊说一个行，你去伊无甲你了解，绝对无影响。这是一个个参照，我迄个做比如，我迄个讲，特定个比如我这杯水，这杯水，水就比如叫做咱的心情，咱的心，毋知叫做平定心平心无平。敢是？我记着比如，这杯水用安怎平无？我就想讲无，我有。水平，你水，即罐水你安怎甲点？肉无流出来，你安怎倒？水拢就是平。毋知咱今日当中咧做肉的，咱用水来咧做平，叫做水。伊若较菜咧，伊若通过走理了后，内底一定是平。你较菜一定是平。你家有咱嘛？你是看过歪尔，对不对？水较歪去，水不歪啦。哦，但是水会歪，水会顶当，什原因？受到外来，你甲用，好，自性水，自性如海水之无风，自性如阴鱼之鱼海，自性产到一块仔水无可能平，但是你有可能，是因为外口的风。外口的风咧甲扫，外口的阴的地当咧甲摇，迄伫咧十几楼顶，迄个用词，迄个地当摇咧落下啊，规个水桶化对头出来，是安化对了，因为外口的影响。咱今日有一个心性是平等性的物件，但是咱平心安怎变？咱因为外口的冲太厉害。执着太厉害，咱的色声香味，咱的自性，咱的自心中的迄个色美色格太厉害，因为咱生活当中修会变，毋通家己讲爱修静，静心，爱静心，毋通家己讲自性本就清净，本就清净，是安怎无清净？咱理解来理解，所以而且来讲，伊家己讲啊。就是搁甲来讲啊，咱今日，你虽然哦要达到圣人，就是甲讲修六道，爱依法这道，依法这道为体哦。前五道所用的，前五道为用哦。六道我过去我讲啦吼，七界，第一道好施，七界，阴中，清净。来上定点了，好，来叫智慧。迄后边叫做五道，头前迄道叫做发这道叫智慧，头前迄道叫做为体，后边迄五道叫做有用。有影，咱讲有啦吼，
你保持做代志，你气概气到足好，你饮料较足好，你成绩较足认真，你甚至上天到一心不乱。若无地位你来带，这5道拢带伫命。因为青面嘛，青面啊，什么青面？我来说简单，我是我过去讲，我是哪？我明仔生日吼，我摕这钱了，我把这钱吼，开来报名，好，报名前手印吼，我来拜报名，有地位无？用着这个钱，你的钱，是我的钱去做做，你叫做好心做歹事，有地位无？世界进入外口，进外口买宗教。迄世界哪有呢？什么树牛界啦、饲鸡界啦、什界啦，乌白界。世界哪？较早日本有一个什么道？到中午几点集体自杀，讲要人去升天，迄嘛咧世界呢？有地位无？饮酒。好，我咧想饮酒多，你上公司有利用。你着说个大量咧开的时阵啊，你落现金，迄若真正你无地位，你几个工作，你甲张汉三手的时阵，你几个工作你也看。你讲逐个无上无人上，无种性上无受遮上面内底啊，你使无？你逐个无我两排，无负责任你甲我，无是我拢无迄个经验啊。我什么时安尼讲你较上嘛有迄个物件啦，对不对？要达到迄个意境，毋是我就是讲得出来物件。所以你达到迄个饮料的功夫，若无地位，会过关，会过关，忍来，会扛一几代忍来，会扛一个一环，要爆炸咧忍来，真什么？即有一种的时阵啊，咱就是讲示威啦吼，像我读书讲的时阵啊，伊有什么？马刀推72站，讲什么100方马站，讲到地马，如果讲马到100方马站，马落来，讲啥？这法师了，讲叫做法师假，法师牌。另外，你受钱认得呢？敢是你敢去买方啊？你敢去买无？但是迄个情节，毋是咱受受性中的情节。我过去讲，泰国有一个尼姑。漂离水底，落到地2点钟，漂离2点。迄个时阵到，就足济人去遐看，游客嘛，拢等到迄个时阵啊，去看迄个尼姑，伫咧漂离咧水面，我咧受精真道。好，安尼伊嘛咧受精精，但是所以今仔日，这种无定的是精精，最后一个叫做哪？上吊，迄话车讲呢，什么鲜花上路啦，什么什么树顶啦，什么老皮雕丸啦，什么个的时阵啊，话车较嬉笑的。有这个物件你听无？但事实这个物件，这也我讲，因上天较讲，上天若要地位，你上看啊，你地看啊，你会怎会用？所以今日咱而且就来讲啊。我咱说来讲啊，发这有体，发这就是下部位嘛，咱讲的下部位嘛，有体嘛，这无道有用嘛。你这无道，若无这道咧带这无道，要带到就倒落去。敢是？所以安尼想，咱就直接啊，愈行有所处啊，中则纷纷自在啊。所以咱发要度众生的心，爱怎样去行持呢？所以应心无所属性，这句话就讲出来，《金刚经》第3文就讲出来。应无所属，后壁副文呢？以心，敢是？但是伊换一个名词，意思这句话是写下。所以甲你讲，应心无所属性，而且你第3文讲，应无所属，以心。这个应心，真来离佛教上咧讲的，这个叫做境界。境内目睭，就简单讲，叫做体。应无所处，而心其心；应无所处，而心其心。这叫做境
眼，才有讲起来。只换了一个文字里面，无所处。什么叫做应无所处？应，听好无？你应着，你心无动摇。看到你心无动摇，你看到你心无动摇，应无所处。恁看而且菩萨而且恁就做无。恁看见看菩萨，恁就做。今日菩萨就遮重要。今日若无菩萨，恁就无物件通做啊。应字无所处，听好无？应字无叫白条的，无叫直条的。哦，这个手艺吼，听好啊！你从我生得水哦。哦，本来想早你讲下美，世界下美，咁样话，你应着，你的心里心心，哦，这是水啊！哦，动心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有生生有应着，你有做无？应着普通人，你们做事。所以今日应着了后，你袂互这力量，甲你打死。结束大好诶，结束大好做你两只会，你向看到。你会生啊？哇，这差这个，你安尼个？哇，咱我身边就是走出来哦，哇，哎，迄差较正啊，迄差正，你家己伫思想上家己就伫遐分别来听咯，有错无？迄种叫做错。所以经常内底当中，你闻到你看到物件内底当中，字无所处，你无互这个物件甲你绑住啊，毋是你认为这个物件无所处哦。你这个物件内底当中无够白条了，后壁有人怎讲？离心离心，你要生心生什么心？迄若是叫做生清净心啊，迄若是真实有迄个清净心才生出来，啊无你计生到垃圾心，应所处，你生心到垃圾心，你无当生垃圾心，绝对无可能有物件。所以呢，而家来讲当中啦，吼，迄句话，吼，就是。只换一个文字，无换义理啦。发菩提心嘛听人啦，发起了后，袂使处，袂使执着心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呢？众生，度众生不可以处。哦，我们发了布施心，这个心诚难发，要行布施。为何不可处呢？因为众生有诸即为为主。是安怎才袂使做呢？是安怎才会度人，袂使生度人的心呢？我过去捌讲，阮过去，阮一个父亲，我一个父亲啦吼，有两个，我迄个时阵，差不多是40、30年时啊，我度人足无多的，但是因度真多咧，拢爱摕不好。我今日去倒几个啊，我今日点几个啊，我今日收几个啊，我得几个，真心。当然啦，要甲讲家己处理家己的免疫啦吼，家己处理，安尼个。若为着度人咧小病啦吼，我今日唔甘愿度死你，你唔甘愿度死我啦吼，啊是有输无？只有这个。若心有主，即为为主。即个若心有主，即为为主。你的心有执着，你就安住袂了咧。这句话简单讲啦，你的心有执着，你就安住袂了，你就去互迄来拖掉。所以变法，要达到大成的道理，迄个心袂当去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只为为主，只为为主。所以你用所处，这个心已经走动。不再是安住真心里面不离上无啊，功夫修道，咱有当时看到伊修足久啊，伊比较足悬，有比者。我昨天无见，真正要看什么叫做境界，什么叫做境界？毋是我修足，毋是食菜食足久呢，毋是我是老菩萨呢，安尼叫做境界呢？迄是食菜久呢？迄是修道久呢？迄毋是叫做境界，敢是安尼？咱要甲境界甲讲起，你有法讲见而不见，你有法讲见而不见，见而不见，见不见。你有法
了人看，无看啥，明明看无看，无下心，无下心啦。所以大家这个意见在这当中，咱今日如果嘛一方面要生活出道，一方面要积极，你到尾要打叉，这是事实哦。尤其咱美国都来做处理哦，现在我来做处理，在地无会了解，因为这无法来对当中，虽然都理论一贯都是宪法司机，离婚告诉是无发生司机，这是最熟悉的物件。毋过无代表讲咱离政法，咱离一贯都别人提出政法的司机，咱修行的应该做法未必然。毋是你至少可以慢慢地敲着，你就是我当面呢，哪安尼花价你嘛啊，我想我。我骗你，哪安尼我跟你骗？哪安尼我跟你骗？意思说我车差不多，这点个事情你得着，你就当消洗走落啊！啊，你免来听道理，你免来大人，你免来做这代志啊！你当想我人，你当去到都是天理啊！安尼花价你嘛唔想。后壁做一工来做咧。这个讲这是实在，人还讲点着想要去啊，迄种骗你。那是互你当前这是真言观，遵循真我一句前提性，指你一条路，这一条路。灯光照耀在眼前，二目神通来发现，你的耳目心头，你有法得着，你的自信中，那个地位有法得着迄个物件，你才能够傻傻多的到他。西天虽然你们啊请得到，虽然重，但是你有法得请得到，是不是呢？适得才能完全到，识得才能完全到，你识得哪里办法？你有识得着你实相，你有识着第一个理由，你有得识得，你有识得，你敢会出现无？你有识得无？毋是点点那个识得，迄毋是安尼呢？我比你头，我手比你头呢。那今日咱离啊，迄个医生讲，我一直得我要超，要人解脱，迄是要查通的，我无骗。啊，今日想随去，今日有点仔事，家己应记掉。但是你讲爱出去小道呢，毋是毋免收呢，毋免收，安尼逐个讲较歹听咧，逐个想做物件，毋是啊，简单。我就当咧讲，即回，阮高雄即个美校，美校，迄当时咱修建的，要高雄开放第69年，伊就买高雄买清厝，迄5楼2修到遐买清厝，咱修建的小，19年较第几年啊？40人，迄个40人以前。伊为着咱修建林要甲开放动物园要做，而咱爱上有高雄活动是伊开始，他们较早就无偏心主义，咱当时因付出，因的牺牲甲因的奉献，因我讲起，恁听着会惊，真正会惊，因为伊讲的是领导的事，真正是安尼。时时刻刻都离高调，都是非高调，时时刻刻都无离开高调，但是对较无关。要离开以前，都甲人讲，阿妈，我买个一个10万，银行的，我叫伊讲我听，讲你先10万你讲，我你咧10万。因为咱讲我有咧开放高调，我人袂当去，但是我要报喜，我今日报喜我就讲40万，20万系简单，20万那系泰国市场，越南的袂用，但是伊互人知影是真正哦，无互人过去无人知影是，我网贷合作，我相差。
哦，无第一句话，800想法的。所以你分到到这个所在，伊就到这个所在。咱伫迄个泉州，或者永春、永春啊、景春啊、永春，要一个地方，有一个人才甲发现所无第二位，迄所分叫做10几万，10车。所以伊今日伊是心，就是认得掉，心认得掉，伊要等，但人来讲，因暗来甲红心地，暗来，哦，我是心迄个轻起来，我足轻咧，我要飞起来，我飞起来，啊，师尊来带我走，要带我行，我要飞起来，我飞起来，暗来讲我听，等了后，因一个后生袂了，要上班，袂了人囡仔咧讲。因一个查某少年，较早伫高市政府内底当中做错，迄个高市政府咧上班，但是我听讲叫咧讲外国小咧上班，迄种错错，因后生离袂了倒的时阵，袂当看到伊转去，迄面偌好看，面带微笑。因哥哥赶来咧讲，妹，你甲妈妈，我训练甲化妆，我较低就袂，我较低就袂化妆，我才会赶，我才会当甲妈妈化妆。好啦，迄自然的啦，迄个面带微笑，迄个水唇带红，比你我已经大，含笑归主，含笑归宗，含笑到边处。人150年行过来，那是安尼行，你得着怎迄个呢？那得着怎迄个？咱当年吼，咱一般都差不多离台湾，我花2300万，点无少啊，食少，袂拢点过点去啊。但是真正你需要好来点当中，该做你做，但袂在其中，若心有主，即为为主。所以内底当中，那安尼咱叫为主的人啊，出现分别，所以咱要达到回归了不同，不受俗的这个不受俗的污主分为，那安尼当中呢，咱达到不能按自在无该自在的无主的分为，所以佛的大乘法内底当中，伊咧讲叫做悲喜相会，悲是双面，悲的慈悲，悲就是慈悲，地的地位，条路咧。所以咱学过来叫做悲是双面，六道的上面立场去显示，因为爱在因为大人好了某种因素，这种受者上不生这种大大当天代志，会发心气功德的好。所以咱嘛知影讲，咱一贯都特别修大乘法爱讲话，12因缘法是7分，这个4体法是阿罗汉，现在8体法讲过。所以讲今日着心处上，着法处法上，着处法上，这拢要做长，毋是这长办法拢叫你乱做哦，毋是去乱做哦。哪乱做你今日我拄则讲嘛，迄个美学，虽然伊会在世，都互咱感觉嘛是伊有能力啦，嘛伊对道理，甲对生活道亲，迄种有毅力的。那安尼当中的伊若得到这个咧，就后壁拢乱做，较有今日迄个意境、迄个意味，无可能。所以咱来讲，遮咱好好来讲，着心有主，袂使执着，毋是叫你慢去做，是叫你袂使执着。你嘛爱照因，你是要学3等，所以你要落去行。即位有主，你若有所住，就是梦想，梦想呢？伊除了上来做言，意上分别，处下不调，以理上无助的发这方位，不能起了相应，因为你理
上或者方位，你若唔做，伊袂当实现，伊袂当实现。所以呢，表示真心就不能坦然自在啊。所以呢，无碍无看无碍，随缘入运的修下去。那安尼当中呢，随缘入运的修持落去，这样就不能安住真心的。你若讲随着这个缘安尼行，虽然安尼行，你就无法度通安住这个心性。虽然生，虽然死，虽然生生死死，所以咱讲一句若心有主，若心有主就妄想。这句话要听好。若安尼妄想，即为有主，你就安住的好势。所以前面啦金刚经咱看者，照着金刚经前面的第2分要讲话。若有善人做善女离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温和应诸，温和含其心。不，这是因为当时师父在咱问过的物件，咱照着这两段话，我来讲着这段，因为这段话就是你讲到了是对这位主持是安咱心安住袂好势。这句话是第阮师父在一个问过啊，所以呢，咱而且呢，搁甲做一个那安尼呢，温和的，通互伊心温和安住伊心，要怎样才能安住真心呢？你爱去布施，唔通自相，爱去布施自相，随布施自相，而心中无自心啦义理归属，就是爱我们以一切想法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我拄则讲发，甲迄个心，你发起来了后，离一切思想，袂使有执着。咱拄则有讲过，因为这个无助，毋是叫咱完全拢无动作，因为你今日是修菩萨道，你今日毋是修12因缘法。你今日毋是修四谛法，你今日毋是修十善法，你今日修菩提法。菩提法结六道，但是你若安尼六识九处即为无事，若安尼咱换一个倒转来，六道较是咱我处理六道，伊叫你行六道，毋是叫你去处六道，咱来听好势。我今日这条路我台北对毋对？台北对不对？我知影，该做啥行，但是你会知影，你信啦，我上过去是安尼比如，你人较离心尔，你爱在得行，你无行袂当发大梦，但是你方向比足清楚。你今日去怎要成佛成菩萨，你知影，但是方法甲你讲六道，甲你讲，一定甲你讲，你爱照六道去行，你要照六道去行，嘛是无可能，敢是安尼？毋是讲我今日已经知影台北啊，我就当决心要等台北。现在不离52菩萨位，伊的第3菩萨位就是讲十行。第一叫做十进嘛，第二叫做十住嘛，第3呢叫做十行嘛。你行毋是总多等啊，来咱十行来咱十回用，咱十地菩萨，毋敢变更较妙感，敢是？无就是无所谓是安尼啦，所以有一个实行爱行过。我想要问咱有行过无？咱有行着道过无？所以六道内底当中足重要，因为你照六道去行。所以甲你讲，离一切诸相就是你会当离一切诸相，离诸相中无叫诸相你样的安尼叫做无事无执着。所以呢，这个总结以前文自心。无助我们学大乘法的人，尤其金刚经的法界法门，应依着这个经上所讲的发菩提心的方法，发菩提心的方法去行持。布施不自相，度众生也是不自相。这大上，若安尼当中啦安尼当中一直修落去。六道内底当中不自相所以呢，大众生不自相，
那安尼想落去，梦想，我回去就咧行会起。咱今日去想，咱做接受。我今日讲一个道理，从学了袂歹，你会算满意袂？你这心安就会掉，满意也袂歹，不然你就满意。敢是？你今日讲一个道理来讲，讲这道理来讲，啊，看到三个囡仔来讲嘛，比你较有讲。我相信你会甘我出。你要相信无？有接受有无？如果你今日听得足好。甲你今日去听到所摆，你心去了平定，拢袂记得这个小这是意义所在的物件。有是个，我蛮放心啦。我含一位点来说，去到菲律宾的功课，安尼，但是伊倒来问一个某一个点来说，他讲，我做这个功课出来，你听安怎？迄点来说嘛，拢无。细字啦，吼，无卖学咧讲啊。你讲这吼，拢无进步，讲这拢无进步，拢无进步，我人我都后边在来吼，规矩袂食唔了嘛，规矩袂食唔了嘛。你讲出话就纯爱伊个尔，但你会知影事实点来说，伊个意见不了，伊是要讲互你，甲问看我讲得好，你甲哦，你讲得错，你讲得错，你人听着人讲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毋是，因为伊讲话要互你甲学了，你讲句话要互你甲嫌呢。但是你甲嫌的是啥错讲？那我较早，咱林文昌的时阵，咱王经理吼，咧咱公司都有那上来，咧康水讲啦，伊拢无咧讲，拢无咧讲，我别想唔讲咩，都人家睇，讲咧靠地。听讲我就落来，听三道，我未接受。别人讲心寒无袂好，心安做袂好势。你今日囡仔无因为讲已经甲讲到讲捌，你心起了梦想切着，那安尼我同你说问题，那有可能。毋过呢，我今日讲了无好，人实在我嘛真系打无好，我这认真认真打。咁是安尼，后尾我想变啊足好，我今日去同学都足好是咧把骗，我就讲多多在想，我咧讲话道理足好，我唔得认真用心吗？后尾你考袂，你甲你学了是咧害你呢？你甲你嫌是咧甲你在道理呢？唔咱人爱听着啦，听着迄个好听，听着学了嘛，所以今日就是死就死伫这个所在。你食甜哦，可能食得较舒服。食甜一杯甜水啊，甲一杯白水。迄小朋友我讲甜水，伊从你叫旁边过去来做白水啊，你相信无？你食到舒服，我到30，连一杯水就灌了了。迄个囡仔，逐日中午食一杯冰水，逐日中午食一杯冰水，迄个囡仔来袂？迄个囡仔穿得到就是蛮好。这个囡仔好食白水，74人，你有啥变化？你这个人，尤其咱行内生活的人，袂堪你接受这个物件，袂接受这个物件，你稳死的，你稳死的。今日咱讲，今日有一日你听袂到会跌倒，听袂到会跌倒，所以这个建议就是来安抚这个情绪，安尼就是啦。真心就能安住，真心能安住，梦想心不能安住，菩萨就是不能安住。是我下面那讲，菩萨心不应自性过失，因为咱不应自性过失。这本文啊，四个比。后面来讲，拄则我讲迄第一啊，你来讲，什么原因呢？所以我就告诉我，是佛不说菩萨心。你今日是一个菩萨的意见嘛？你修菩萨道哦，你唔是修善道哦，你唔是修善道哦，你唔是
这钱就多哦。你今日生活是多哦，你这个中袂使是破事故不说，我杀手万物拢是破事。这我跟你讲，这大家知影。一般顶啊，游戏啦，因内底，当然啦，我过是1万块，爱写到3万钱。你若1万块，我写到5000块后壁吼，我就不接受。我5000块若写伫3000块后壁吼，我唔接受。你个是我5000块头前写，到5000块后壁，3000块若1000块后壁吼。你会爽的，你嘛袂爽，不爽。是啊，我3000块比1000块这是安尼个，后壁后壁，就会辛苦，就辛苦辛苦。这种辛苦啥物？你有过失讲有过失，敢还是写有关系嘛？是咱家己积极看到，我讲你过失5万块，我想要写不把写明了，啊，可能我主要把开发的哦，还注意把开发哦，还注意把O去哦，梦想先手边点点。是伊若想着好势，你想两秒我就扣5000，我就扣5万，我出是安怎，敢是安尼？到尾安怎？伊就先怪，是不是？那么注意，最大个条件就是嘛，无可能条件，唔好伊到尾，放结啊去。但是上可怕就安尼哦，我讲我家己，都讲互你听，你讲互听，讲的，啊是啊，主要要扫这个啥啥，咁是印尼是安尼讲，匠心就无歹物件，就是代表你人口，真正你人口，但是咱爱知影，利息绝对介意。劣质，色介意劣质，是安色，迄个知识介意，一定比你的知较高，叫做介意劣质，劣质绝对无能介意对色，因为色作用，叫色用质用。但是因为作者人色甲字的这个变造，叫色变造，伊乃当是后边，佫会当想讲。咱查些可以，唔好后壁后一条，这条叫因果。虽然我今日去放开，我今日有开放，我今日有讲是非，但是咱今日我同你大概先咯，后壁再因果因个方面，敢是因为我想讲一个事实，阮遐一个人吼，中国农民这事实哦，咱20年前的代志，23年前，迄阵我做清楚。一个生意，你结出，你才摕5万块去农会行脚我对不对？这脚我办办倒来了，我看看，5万块靠出来个差不多5万块，明明我摕5万块去，因为我存折不达，有5万块，这就出问题对不对？要摕，伊对面。我当时这本股票你，你才有来5万块，你甲摕5万块，你了有来5万块。我甲你摕5万块，我哪甲你摕5万块？我第一个大条的安尼听无？你我无甲你摕5万块，你讲我5万块有互你，迄第一大条安尼。有办法呢？有办法加手算。要去咱中央去哪中啊？中咱大面广场你手大，怎走过去你敢知？咱下啊是过条下桥无吼，下桥离阮中央要去下个桥，阮拢叫下桥。遐只走有一个树篮，内底有一间仔用红白，听讲遐真牛啦。阴暗时啊，行过讲起，讲我为了梦想的咱对，讲真牛，走了10个手抓，这10个手抓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若真正把你摕这1万块、5万块，我讲含你10个手抓，我若真正把你摕，
但是我事实无人客，我着事实就去5万块。到尾2、3日时阵，其实毋是这2个人客，边仔有一个人使，毋过呢，找到当然要找5万块，伊迄个人有法承诺伊家己5万块，安尼听有意思无？因为因当事者含这5万块有关，离边仔迄个无写信叫边仔收伫边仔。但是各位这因果头起来，因果毋是这2个哦，因果是伊甲客伊个人，因为迄个毋敢出面啊嘛。啊，毋过我拄则讲的，实甲伊逐个小钱，因为现在上诉案，这到尾10个手续法院，你去到法院，甲告诉，啊，咱出审必要有证据啊啦，对毋对？毋过因果有证据哦。因果是有证据呢，因果是有走袂了的事实呢。我常讲的，这是喷水，迄个水流来当中，迄个喷水流流落去，迄个水流袂过呢。因果的物件就是一定要过我边的物件呢。咱今日修道学道，你嘛讲无因果呢？今日修道若无因果，咱怎着修道呢？啊，无时间要修道，所以烦恼啦，拢是自相报施。我拄则讲自相报施，所以。是这个菩萨心不应超了烦恼，就应该超烦恼。因为你无超烦恼，你免修道。咱今日啊，你会听好，咱今日修30年，咱今日修50，咱今日修30，咱今日修20年，一定要超10年。咱修超30年，一定要超10年。咱修40年，要超30年。咱修了50年，爱超40年。我看伊想听无，按叫做进步，爱超法，毋是退步的。你今日你是凡夫，你今日凡夫，那安尼修菩萨的，毋过你修菩萨道哦，你还得离凡夫位哦，你还只能离凡夫位哦，安尼有进步。所以这无来讲哦，凡夫拢是毋使全部破事，你菩萨应超我凡夫位哦。凡夫你，我只要讲一个简单的比喻，菩萨念地位为安怎？5楼嘛，1楼是众生，2楼是天神，3楼是阿罗汉，4楼是菩萨，5楼是什么呀？毋过呢，因为这个菩萨已经是第5楼第4楼你听无？毋过呢，凡夫是第几楼？凡夫是第1楼，我就讲安尼比喻恁听无？你毋通信你修菩萨道，你还要徛1楼，你要徛1楼，那安尼当中我请问，你若要修30年、40年、50年，你要修什么道？阮老爸较早咧骂我，你拢白妈妈摕便当去校咧，我上便当，无紧考试拢考咧上尾仔名，都熟悉。都无够你意见啊！所以呢，一定要知影，一定要超啊！一定要超完凡夫，不自性报施，一定要念这个法。不应自性报施，行报施爱不足，也就是不要去执着这个报施的相。以总结啊，伊是故事的总结哈。咱先讲哈，这回的总结第4分妙言无说，到这段的总结。不应自相，不应自性报施，而且读书呢不应自性报施，连那个不自相向微创报施也包括入去。所以咱来讲，那你会当安尼当中呢，这段话就是继续来讲咱接来读一遍苏菩提，菩萨为利一切众生故。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。应如是报施，如来说一切
如来说一切诸相，即是非常，即是非常，又说一切众生，又说一切众生，即为众生。即为众生。但讲上都非常，但众生都为众生。而且咧讲是啥物讲什么道理？所以而且大家就讲，娑婆地菩萨应离一切众生各应如是波斯，更重要。很离你这个菩萨，你多空空名是菩萨了，唔是点点点要等到是菩萨了，唔是像阿罗汉，我一个人到村，啊咧独善其身哦，唔是这个了。所以就等于讲哦，娑婆地菩萨应离一切众生哦，你原来众生里头，真错给你，啊唔会你爱听，啊大学。因进去平常天天，因去5个月，因讲是离一切众生，咁也离你家己。那离你家己，才会叫创啊？迄是你离一切众生呢？众生若无因几个多，众生袂清醒，个意思，把自己结果来传递。但是，因为你要修菩萨，咱一定要行出。你要离众生爱行出，毋是带出空嘴无舌要离一切众生。你真正爱行落去呢，爱苦人呢，真正爱咱呢。观世菩萨讲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呢，烦恼无边誓愿断呢，法门无量誓愿通呢，佛道无上誓愿行，拢拼成公安呢，你听无？地藏菩萨讲一句讲，地道无佛，成不成佛？有人讲。观世菩萨人的部分，但嘛知影，地藏部分是过去地藏菩萨，后面是过。因多即拢无，但这个心就是经过拼成啦，伊毋是虚伪的，因为伊就是真正的做的，迄叫做无为而为，所以才能够形成一个道理。应如是报是这部分做对了哦，这后边呢，咱后边好难分析这个了。对谁来讲，菩萨叫做觉，菩提叫做觉，萨叫做有情。因为这个萨，这个菩提叫做觉，萨叫做有情。你行头前自觉，无有情众生无可能的物件。所以你要我这些物件，我无咧说，向菩萨道，爱去离一切众生，但要怎么离一切众生呢？就是要去布施，在施法施无施这3施。那这3施内底当中，弥勒祖师有一句话，咱我恁来注意听这句话哦。弥勒祖师这句话恁袂当巧起，要讲就发得当。伊遐来讲，诸生无为法，大义业无量，出名正三，随名修行咒。这是弥勒祖师的大成意。伊咧甲讲，你随便修菩萨道内底当中呢，伊甲讲，诸生就是布施，无为就是无为施，法叫法施。这3句话就讲，在施、法施、在施、法施、无为施这3句。单机就是叫做布施，了不了？了就是哪？布施、持戒。阴量、清净、善定、六欲，敢是布施业6方，布施业6方，布施多业6方啊！这6方，人家讲出名正三，1业1、2业2业1业3业3，4名修行主是修行对者为起点，为修行的方法的提步。所以讲，诸生就是不在施。在施无为无为施，法叫做法施，这头先讲出来。听好哦，诸生就是讲啥物啊？在施无为无为施，法叫做法施。哦，法叫做法施。单义比较，这个单义就是讲啥物啊？是布施。单义是印度的语言。换做中国话叫做哪？叫做布施道。布施业6道，而这个布施业6道，
布施要达到世界入约，布施要达到。第一当然布施就是在心嘛，布施要达到这个布施世界入约就形成这个后边这句就来解释啦，布施业在是道，钱布施出来就钱出来，无摕钱出来，通出鼻屎鼻通啊！我拄则讲，迄个洪太太，伊先人要甲讲起来，伊咧做啥代志，拢知影。我拄则做个代志，拢做啥个物件，我拢知影。啊，你也知影，迄一家己你唔使会惊。给咱生命钱，伊生命钱，你甲布施出，你的钱，你若能会惊，伊的生命钱，你会甲出，可怕不可怕？真足济大动的感情，就咧布施，你敢开开口？你咧搭盘迄个人的细胞是啥？可怕的。所以咱今日这个这个布施就是实施。无畏心，无畏心，对咧持戒甲忍辱，这个无畏要持戒甲忍辱，什么叫持戒？无畏，咱伫修学课内底当中，咱来解决，爱完清净，袂使有错误，那叫持。但是你今日个当中忍辱，天天咱甲众生唔使计较。有影呢？甲众生计较，你若无忍辱，众生会惊咱呢。你含大声咧，大声要学起，众生会惊咱呢。你会惊咱当中，你要做危险路的乞丐，咱的解决若无好势，让众生嘛唔感觉受苦。敢是安尼？所以伊在世。有人就讲讲，所以布施的人就讲讲，第一来法施，因为法施业三道，第一精力道，业上品道，业地位道。是安尼咧，法施业三道。因为你今日做法师，你今日做讲师，你若无精进，无用心来学道理，你袂当做讲师。你今日若上进，心若无升落来，你袂来讲道理。人有精进，天理有灵，那安尼你袂当做讲师。但是智慧，你今日若要经法，要说法，你无智慧，你绝对袂当做讲师。所以，咱来讲句话讲，这六道内底当中，布施，就是业，你要有钱来布施；无畏施，你就爱了持戒甲忍辱。你这唔係咁歹做，你但是真正较靠谱。受到人的骂，受到人诽谤，就常常咧背咧讲，有人打老头，老头说是好；有人骂老头，老头说好；有人打老头，老头说是。到时候脸上给他梳干掉，他也是离七罗神通。这份波罗蜜，便是妙中宝。若作此消息，何愁大不了？所以，以前两公天，你看，就比较气的。不是，就是要精进，是要安怎啦？所以咱明做出一首诗，伊就是给咱讲解释。这可能看一遍啦。自心，在世。无畏施、法施这三项，单字就是布施、了有力，就是布施这六项，这六项。出名正三，一粒一，自心一粒一，二粒二无畏，无畏施、法施。所以呢，单字布施六道，布施持戒这六道，所以在布
我拄则讲，报时2粒1，为时2粒2，我时3粒3，安尼看有啦吼。所以我咧达到啦吼。你虽然你修菩萨道，你运爱去运任自然，你爱去行啊。毋是讲你今日修菩萨道，你拢免去做，无迄个道理。所以呢，为利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报身，不应自实成身，不能自声去笑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无报身，就不能利一切众生。菩萨应广大的心，加广大的心。你这个菩萨，讲来心无大，你根本的心无大，长远，那安尼你用不到心。所以你爱去，你若他说讲自上，你会当自上报身，那安尼当中呢，你这心就会高，你就不会广大心，你就会当做。你接着我，你的心活袂了，讲来袂了，你惊袂落，足济，你想无啥，到尾我这个，是我先生过来我看过，太过反对，是我学生过来看到他，我跟我学我爱迄个，这乌要到深的所在，绝对乌袂。你要袂行到底，你的地位较低。唔可能，你要袂一直在底。所以呢，无长远。所以不是按无自行，无自行是，为什么？自上报身就袂讲来因为自上报身面对众生一定需要分辨。对众生的分辨。你认为这个众生叫成因，报身是点啊？你就对这个众生哪里办？你若对这恶心的刚刚报身是什么？你的恶心，也就是说，印象讨论，按这个是一些那个狭窄心，那你这恶心往往上，或是你跟我来，咱听是怎么样？那迄恶心脑报身对到后，对到后，迄个恶心脑而报身有咩差？我是讲迄个是为哦，我这是用红标条，只用红标条，即我身体发过。因为有报身，伊的钱摕出来，伊若讲做唔做，咱无钱摕出来，伊若讲做做事，伊若讲做人无成功，我无钱啊，我无成功。咱条无钱甲无成功无相像啦，但系咱是啦。真是了，我希望我都做成什么东西呢？咱我的是我刚刚袂使，但是当看出是劣质品，不是用这个杀鸡品，唔对，这样放出来。我把你保持，这个自上而起了分别，那在众生之起的分别了，这有一个多，有一个多，这个恶缘，这个互相影响方向。有一个高大一个高，这个对啦，这讲在先讲，为是咱自己的当中，迄个真爱烦恼，真爱烦乐，有人就讲，这个众生何有法来欢喜？这个众生何有法来讨厌他？修道的生起来，修道的平平性，一切同伴，无因为较有钱，无因为较有钱，我过去甲你讲，咱道宾去食苦，佛道为着要去到伊遐啊说法，去互伊遐结束，佛道去暗早嘛去，你这结束虽然生出身体，可你这做生到暗早，咱道宾汝的心，虽然伊辛苦，做暗早伊的心出身。所以呢，迄个地数我们得到慢慢的是有它，所以点会使以
表象论象，爱破相入，比你上啊要看，你个上内底当中看上，就我最常讲，这个体，我最后边在想，你莫看这个样，常常话，我不要想这个想，我最想最想，一切最拢美，最最拢美。当然，那比如说以相论相，以相论相里面办法达到真相。所以呢，以前当中呢，咱用看众生的报时节，咱就讲伊叫做成因的报时节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报时节我就欢喜，报时节我就无欢喜。简单个咧，所以呢，我个众生呢变成爱心的显示。所以上真正有迄个达到大神派内底，咱一定会看到迄个赞许，看到迄个赞许。所以就代表我们菩萨不应自信，不应自信过失，要我们过失是不能，有过失的想，所以分别心，我们有过失，还心平静，还心变静，服从供养。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主佛本身的供养，供养它是心，你要听法，我无觉得你是什么人，我嘛是真容易讲的，我袂因为讲这讲出话，袂对你对好我袂讲出话，我袂安，我是对个，我嘛用心安尼去讲这个法故事，所以呢，这个。那就是对方过失，不平等就是分别心。我们无为心，是为众生的苦难是不能有分别心。所以菩萨是有分别心，这个菩萨的条，人遭受了苦难，你袂使讲好话。人我就是去。对别人的苦难，伊有病，我嘛无爱去看，欣赏，无，这嘛是可以看，慰问他，照顾他，救苦难，无为过失，心好平静，别人就是多者千难，我们这根本是，我俩的心，对吧？讲哪个丢弃空气？比较多，美化、恶心、化变、我是变，我是开的，靠近恶心、恶，不清楚的这样讲，他来变暗的风，跟我这样的，他就跟我是一样的，他是一些事情那是不一样的，没搞完有些事。我今年做亲，我年龄大，年龄大，第一次出来我做，只能看，我说，我没啥问题，我准备好了，这个我领导我也听我，无留都袂使，要留都一个差不多，我哋啊讲，其实我嘛是哪。后边咧就先来了，真好有一日啊，迄是我对一个所在啊，一个阿婆啊，一定比做出来。真好看比比，伊安尼讲啊，比做出来。我嘛无详细的代志，迄是会的，你讲这我讲这个代志。我家己做这个代志，我嘛无想讲伊作错，作暗中，我无想这个代志。迄背啊，我讲错。我是，我把它了解，其实我比做这个代志。你来讲越听，你咧去印象多，我就不会去看，不会去问，不会笑。但是我的母语、恶心、和内心的不一样。看你这个受刑后的小姐姐，我起的这个，看着阿婆啊，下面行的，
伊是伊咧做人了解咧。咱就请创意，那请创意啊，画饼做那个点，也很点，啊，对方点啊，做不用这样，都显得努力，不一定不鼓励就多钱咯，伊嘛不多咧，看到迄食东西，讲起来就是哪边你要先提慢慢输，按他们先从这边。我现在嘛看到，嘛多钱啦，在好，所以一条这疫病，真正差不多，无以复施，对众生，别人主要是也才比较心，这是重要的。那安尼当中，你若无决心。你要保证心他，你是菩萨，所以菩萨在西方西无西，一点不可以主张，不可以主张，大家那平平心，一点一点正心，但讲你是有多，你也平平心，可能不想讲，讲白一想，以心不变，一人的心不变，那个心，那是关心，那是公的心，比你的心有。你的布施，你的布施，你的持戒，你的忍辱，你的精进，你的善行，对不对？这个讲就分以前，但是你要做平等，所以呢，而且那平等是平等。所以如来说一切诸相，即是非常，有说一切就是正确。这方面啦，应该是大家好处，让能够团结。情况，大概举例，我把这个所在，在我这个所在，我现在跟你讲，以一切诸相，这个处分较好。但是虽然伊一直出现，这样出分，唔过你一直出现，我人讲无啦，对不对？佛陀在你写到出来，这个修行路，这个路就是讲路内底，就是自觉爱较好，这是菩萨的本分哦。但是伊靠路自觉讲，你的本分你就是执着哦，这是咧个加在讲过。唔是讲啊，你这上高啊，你这即嘛做啊？你这讲你这成即嘛做啊？那就做不到。拿前面，我感觉到你这做上，是啊，应该说，所以你上中不重视，你上中画上，你就是更大。所以呢，你在上他是这个，你跟光线时间很高女人可能什么这现状呢？跟大家然后互相勉励，不能我们爱想这个是人什么的听你都决定爱想我你小仙经。第一礼拜，第三礼拜那就第2礼拜，第4礼拜该错开了错开了就行，再想稍微爱一点就能听了笑的听，你简单来看看，这好些，他们开始很些，大家好，然后不敢了。好，谢谢。感谢顾田女慈悲前道一空，温道一空。第三项515行3公里前道一空，在空3空。感谢顾田女慈悲空，温道一空，在空3空。
3一公，持价前人1公，售价付前人1公，持价丙文师1公。阿门哦。